这个乡村要有那个都市的风气的气息，所以我联想到这个事情，建这个图书馆，这个意义最好，所以我父亲在世的时候，我也跟他提过这个，他也是赞成这个想法。我回到家乡，现在常回来，看到需要一个好的图书馆，我就义不容辞的就捐献建造这个图书馆。那这个建筑物当然要呈现那个在地的质感。那我们当初的想法是说，因为白河四周都是连田嘛，那个捐赠者张庆芳先生又是从事远洋渔业，而这两件事情连起来，就觉得我们的观念就是连田上的知识方舟，所以设计上好像是一条大船这样子承载着知识的海，航向未来这样子的意念。就是一楼是比较开放给乐龄老人家跟孩子为主，那另外一个开放的这个大阶梯也有这个演讲的功能或是休息阅读的功能。那2楼的空间主要是以青少年为主，那青少年的话，我们都有开北面的大片的窗，那可以把那个白河周围的山景都融进来。设计上面有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就是它是省能的。那白天的自然光进来，就可以让这个建筑物的这个采光的这个效能更好。另外就是它像一个回游的那个场所，1楼、2楼、3楼，走到3楼就从3楼这样子慢慢游下来，就是在阅读的同时，又可以同时享受那个知识跟朋友交流的这个乐趣。嘉惠了我们白河地区未来的主人翁，白河国小也好，或者竹门国小，甚至河东国小，当然也可以说是从比方说也嘉惠到了后壁这边，后壁甚至东山都很欢迎到我们图书馆一起来见证这历史的新的一刻啊。掌握市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大兴营区的好朋友，还有包括全台南市的好朋友，一起来看到这么漂亮的图书馆，这都完全由张庆芳先生他的后人、他的子女来捐资兴建。那总共捐了1亿那这个有这么让我们白河区以及大兴营区有这么好的图书馆，这个图书馆的质与量，里面的这个量体，其实都让我们感到惊艳。台南图书馆都一直在优化中，除了永康总图之外，还有这个张庆芳图书馆，还有南区的图书馆，各区的图书馆都在优化中。其实台南市的图书借阅率在全国来讲已经是数1数2，也是进步最多的。感谢大家都能够有阅读的风气的提倡，那能够不仅对大人、对小孩、对我们学生、对成人都是很好的事情。多阅读就没错。你好，是各位欢迎收看中嘉台南电视新闻，下面有一连串的新闻报道，带大家做伙来关心。经营20多档的台东夜市，今仔日最后一天营业，未来将会出现2个经营团队，估计有192处摊商受到影响。台东夜市的土地当中，市府有2/3部分重新招标。不过，得标业者就表明无愿意继续甲原本的业者继续合作，因此摊商组成自救会捍卫权益。即摆分做2个头家，阮即摆摊贩完完全全就是已经有200-300担，甚至300-400担，无法度伫大东夜市啊，才继续营业。希望大家会当替阮摊贩做主，来帮阮争取讲，阮所有的摊贩会当原位原牌。莫互阮变动，因为阮毕竟伫遮已经生活20-30档啊。市议会国民党团接到摊商陈情，29号召开记者会，指市府这次招标租金前后差伤济，怀疑背后有官商勾结，呼吁检调查。一个海景啊，赚几十档啊，佫无够吗？一个收500万，咱市政府问拢
目睭，我甲你讲，你啊目5年呢，明解做呢，啊要标，就咧标啥？啊，这简单互同学生活，因够有保障，啊生活久长长，你唔那个硬要标，互咱囝围标围的无对。我没有看到市政府进这个哦，这个标是赚钱的哦，因为那标金吼标金提高了，但是呢，在合约里面，我们完全没有看到市政府你保障原来的摊贩朋友。对啊，恁这市场管理处无作为，恁是趁偌济分偌济东西啊！啊，那咱两个交接，你给我标就好啊，我干清清就好啊。市府回应一定会寻求合理的解套方式，维护原有摊商的权益。有关于大东夜市与摊商之间引发的纠纷，我们政府一定会站在摊商这一边，站在保护庶民经济的立场来处理这件事情。得标业者涨租金的这个部分，因为它是涉及到私权之间的一个争议，那我们后续也会跟我们市府的法制单位来研议该如何的配套解决。市场处也希望身具经营者也应该负起社会责任，协助摊商安治事宜，避免扩大争议。台南新闻顺怀采访报道。位于台南市东区甲林地交界文中公园，市府水利局拍算要兴建调节池甲下水道分洪工程，但希望有效解决周边中山路、自由路甲路义路引水问题。现场虽然只有绿地，看不出防汛工程，不过管线已经引到地面下的地洪空间，地面上单纯就是公园。局长讲，这个是小当家的做法。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总和治水观念，也就是说，让水能够留在我们现地，不要急着排出去啊。等到水退了以后，再把这些调节池的水，再把它用重力的方式把它抽出去。另外呢，这个工程效益呢，就针对整个东区这里将近有1.4万人的一个人口了啊，这个调节池做完以后，整个1.4万人就会免于受这样子易淹的一个情况。市长委贴为了关心防汛工程的进度，特别高调。不过，当地议员甲里长想要反映的，就是补满未来公园无特色优居。对此，市长伫听出简报以后，强调先求防汛安全，嘛承诺一步一步优化公园设施。地下滞洪池已经设置完成了，大概滞洪量是6500立方米，所以说在洪水最大的时候就可以发挥调节的功能。但是上面的文中公园要复原，那复原我们朝向特色公园的方向走。那目前为止特色公园的设置之后，我们地方还是要更加优化这个特色公园，游具要更增加，主题要更确立。该工程总共1亿5000万，得到中央的补助。水利局表示，预计明年中旬得当完工，来应付第时强降雨的挑战。台南新闻阮吉采访报道。延平王地成宫399周年圣诞秋节典礼，由台南市副市长叶泰山担任主祭官，希望会当保庇民众平安顺利。每一档的农历7月14号，庙方拢会举办庆祝活动，就是希望让更较侪人了解延平王地成宫的历史意义。台湾台南这个城市其实是从地成宫伊的历史文化会当讲是结合做伙。虽然台南市有足侪学校团体，拢叫成功国小、成功大学，也是新公路，也是讲延平街等等。所以咱这个城市其实是从地成宫会当讲伊的历史文化结合了非常的密切。伫典礼完满了后，庙方同时举行成功400百事成功启动仪式，由在场的贵宾共同为活动掠开序幕。活动内容包含灯会、新民绕境、市集、演唱会等各式成功嘉年华的活动，让人相当期待。明年是地成宫400周年的圣诞，加上是台南400年，咱政府甲民间呢互相配合来甲这个活动办得较成功的。现场还有电视成功节文创小物，是由地成宫祖庙的炉灰结合陶土手工制作，最后刻上成功2字，要互摕到的民众得到满满的祝福。庙方表示，希望借着文化推展，
凸显地成功是台湾重要历史资产，同时也爱互台南400档更加有意义。台南新闻顺怀采访报道。因为感受淡市天高的疫情威胁，偏乡的乡义教育师资不足，以及为了协助弱势学生的急难救助，开基用共28号总共捐出290万，分别由教育局长陈新辉甲市长吴伟霆代表收证，希望政府甲民间协力，展现爱甲关怀。咱的服务员遮尔快。你若讲靠咱所有这市政单位啦，像毋捌拄着这个面积遮尔大，要来处理遮济工课，所以毋是讲市长头壳摸咧烧的，这各区的区长啦，这有人是为着咱的后代甲咱市民的安全啦，这需要咱大家，这个所有的周遭的人知影讲，这个登革热第2级、第3级会相当危险。总共捐助290万元，其中100万元作为防疫基金，另外190万元作为教育以及双语教育还有偏乡学童的急难救助的基金，这个对我们台南市有莫大的帮助，非常非常感谢。之前在 COVID-19 的防疫的部分，开基黄公捐了500万来这个帮忙防疫，这些凡此种种，市民都记在心里。非常感谢开基皇宫能够来自十方的善款，能够用在十方的需求。关键典礼虽然短短10几分钟，不过开基用功将信众的奉献化为大爱心，却是句句长长。但新闻军及采访报道。八里社区发展协会前理事长邱垂彬担任导览员，带领桃园市议会议长邱一胜参观文物馆里的草编12生肖。邱垂彬表示，这些是在当年推动一社区一特色的时候，决定采用农村区特有的稻草做成各式造型稻草人来美化社区，由社区居民花了3年的时间，终于在民国96年完成，颇受各界好评。我们就利用这个大家闲暇的时候，召集我们社区的志工来制作这个12生肖。我们的发想就是我们以前这个杜副秘书长呢，他在做中立市这个社会科长的时候，跟我们来商量我们就大家都许愿说好，我们来做这个12生肖，我们几年把它完成，所以我们就把这个差不多3年的时间把这一些完成。这一个困难度就在说，有时候这个我们刚开始学的时候做的时候，你要把这个比例，它这个形态要做出来，有时候真的是有一点困难，所以我们也是慢慢的摸索，到这个失败很多次，到后来呢，才成功的把这一个草编呢做上来。原本文物馆是设置在八里国小的闲置教室，但近年来因为学生数成长，校内空间不足，在邱医生议长争取经费协助下，将八里市民活动中心2楼重新整理，把所有的创作移到新址，并且向民众搜集过去各种农村生活的用品和文物，让展出的内容更丰富，充满过去农村生活样态的文物馆。个人你在家里呢，可能你有这些东西，但是你也不会很重视它，因为想说这个用久了，这个可能时代变迁了，我们这个新的来的就把这个旧的可能要丢掉。
就是这样的慢慢的消失。所以我们有活动的时候，有开会的时候，我们都会特别召集我们的这个乡亲呢，跟他们说明这些说你们假如家里有这些古时候的东西呢，你放没有地方，那你就拿到我们社区来放我们这边会把你好好的保存，把你提供人的姓名也列上去，就是给大家知道说，你这个东西就是谁的他的东西，但是给大家来分享。邱医生议长说，他从小就在芝巴里长大，看到这些农村用品，也让他回忆起童年时光。对于理事长及里长用心保存在地文化不遗余力，表示十分感动，也鼓励市民朋友可以带着小朋友一起来认识乡土文化。今天来到八里社区的这个文物馆这个也蛮多的这个感触因为这个地方也是我出生的地方我也是从这边出生长大的这个小孩子那看到我们社区的理事长我们的里长以及我们的乡亲这么用心把这个几十年甚至于上百年以前的这个文物都能够保留下来，而且提供出来在我们社区的这个文物馆来做一个展示让我们老一辈的乡亲有一个美好的回忆也让我们一些年轻的朋友能够了解过去我们老一辈的这些长辈成长的一个辛苦我觉得这个文物馆是值得大家来走一走看一看。八里社区乡土文物馆除了馆藏丰富，就连墙壁也发挥巧思设计，展现不同时代的材料，从最早的稻草泥巴到红砖混凝土，也呈现出时代的进步感。芝巴里黄连义里长说，想要了解先人如何运用智慧度过农村生活，欢迎来八里社区乡土文物馆一探究竟。记者赵世渊桃园采访报道。早上7点，这间路边的三明治摊忙得不可开交，买早餐的人一个接着一个，老板和老板娘的手忙得停不下来。这间位于中山东路上的三明治摊位，从餐车开始经营到现在，已经进入第22个年头。新鲜丰富的三明治一字排开，是早晨许多路过的上班族和学生心中的第一选择。桑葚芋泥，因为它的芋泥很不甜，然后很滑顺，然后搭配那个有颗粒的桑葚酱，我觉得很好吃。架子上摆放着超过20种口味的三明治，老板娘表示，开业至今，目前已经研发100种以上的口味，通常以当季食材为发想，使用的材料都得是最好、最纯粹的。每天凌晨2点就开始准备，主打的就是新鲜和健康。目前是逢芒果季，老板娘研发出的这款从芒果牛奶布丁到桑葚果酱，全部都是自制。我们的特色就是新鲜，都是当季的水果啦。因为我们经常在换口味，所以就是我想到做什么就做什么。其实三明治很简单，三明治越简单就越好吃。这个工作我没有把它当我没有当工作，这是我喜欢做的事。三明治的料包得满满的，中间几乎没有空隙。看到这个皮蛋肉松，也是许多饕客的最爱。肉松咸咸甜甜，加上皮蛋、荷包蛋和火腿，成为早晨时光的新选择。老板娘认为自己卖的不是早餐，而是单纯将热爱三明治的心和客人分享，希望大家不只吃饱，更要吃得好。记者吴家伟、李凡飞高雄报道。这个由视障朋友组成的目击者乐团，近来参与不少社区活动，用心演奏与表演，获得了各界肯定。我们这次表演，其实这个已经是第4次表演。第1次我们就是音乐没有下好，然后我们觉得没有演奏好，非常的沮丧。那这一次也是一样，音乐没有下，但是我们已经有上次的经验，我们很冷静，然后请他音乐完全放对了，我们再继续。他们都是基隆市盲人福利协进会的视障朋友。在何必珍理事长的鼓励下，他们非常勇敢地从家里走出来，组成目击者乐团。视障者在家里的话，当然比较枯燥无味了。你出来接触一些课程活动的话，当然每次出来都有不同的心情。不只是打鼓，就是从音乐下来到每一组不同的活动，然后大家会考虑到各个方面，然后其实对视障朋友的视野跟合作心胸也会打开很多。这次练习成员当中，还有一位国际级的钢琴家许哲成。他说，与同伴一起练习，有一种温暖的陪伴感觉，他非常喜欢。
互相陪伴的感觉。对，因为我喜欢热闹的氛围了，主要是人与人相处的氛围。对，那自己练其实就很孤单嘛。在家里比较枯燥无聊，出来的话就跟同才一起学习比较好玩。长期的学一段时间，说不定对我本身的钢琴也会有一些帮助，然后对我也会有舒压的效果。生理上的帮助呢，就是运动平衡生理的结构会有帮忙。何必珍理事长要特别感谢李新伟老师充满爱心与手把手的教导，提供各项资源，促成了视障朋友能够一起来成团练习与表演。这个市立交响乐的李老师是一个非常友善啊，我正想说，第一个去年是打垃圾桶，然后场域找不到，因为我觉得很吵，下面的人也是在抗议，然后李老师就是义不容辞，就是愿意提供场域，然后提供师资。对，在没有乐谱的情况下，那他们也要做跟有看谱的人一样的事情。对，所以其实我觉得我自己收获蛮多的啦。是，对。有没有遇过让你觉得还蛮感动的他们的学习精神？有他们会非常认真，就是说，老师我这一句不行，可不可以再多讲2次？就是单独来问我，那我就单独处理，就是陪他们把这个可能不熟悉的句子，或是他不知道怎么去理解它，那我就陪他们一句一句拆解开，然后把它完成。从这群视障朋友的表演当中，不难发现，从练习到演出，一步一步都不容易，所以他们特别珍惜这样难得的机会。理事长也非常鼓励这些视障朋友能够走出来，打开心胸跟社会互动，感受社会的温暖，也启发更多人要珍惜生命与时光，即使遭遇坎坷命运，也要用勇气与智慧来面对，活出一片天。记者黄日升、陈淑平采访报道。身为爸妈的孩子，其实都不一定知道父母的成长历程。中和区慈心关怀协会与新活艺术合作，邀请中和区长辈制作生命故事书，并于结业式透过幸福音符小剧场来跟大家分享自己的作品。新活艺术品牌总监彭恩宁表示，本次活动已举办2期，每期有12次的课程，带领长辈们谱写出自己的故事。这一次他们长辈做的是生命故事书，那这个生命故事书非常的特别，是从他们的出生，然后童年，然后工作、恋爱，聊到他们的梦想，甚至如果那一天的到来，我们也会聊到死亡。那会有一个志工伙伴们全程的陪伴他们。那其实这一个在这里举办的是从3月就开始了，第1期有5位的长辈，然后接下来到8月还有继续长辈在这里持续的制作他们的生命故事书。中和区慈心关怀协会理事长肖淑女表示，生命故事书课程是为了要带动长辈勇敢说出自己的故事，喜怒哀乐，成长激励，也写出自己对未来临走时的想象。学员赖淑云期盼透过这本个人历史书，能让祖孙们了解阿嬷的过去。完成这个课程是因为要带动老师所有的长者们、长辈们，敢说出他过去在从小时候成长中。过去有遇到什么的困难，有遇到什么的苦，有遇到什么快乐，通通分享出来，把他心目中的那一些想要说的话说出来，做成一本诗。这本诗能传承下去，让他们的可能他也没有那个刚好跟家人谈到这些话，可以透过这本诗让孩子了解说，妈妈的以前从小大的时候是经过什么事情啊，经过什么的那个风风波波啊，成长过来的。我小学到现在都没有读过书啊，那我后来我妈妈就是成长一直成长的时候，我就在家看2只牛。这样，这是我的过程，小孩子的过程。那15岁的时候，我妈妈说：“那你没有读书，你以后嫁人也是做蚕呐。”那我在学美发的时候，那个师傅对我很好，很照顾我。那后来我出师的时候，就来中和当师傅，做这个很有意义。为什么？因为这个你人生你不讲你不做。你这样一生白白的走了，人家也不知道你的下一辈，你的孙子，他也不知道你的过程是怎么样啊。那你写的这本书，那有这个纪念的那种感觉啊，那让你的祖孙知道
我的故事。本次活动透过撰写生命故事书，不只能让长辈缅怀自己人生重要事件，回顾自己一生，从中寻求意义外，还能将这些历程分享给自己的孩子。记者苏建明新北报道。非常感谢收看中嘉台南电新闻，我是顾文杰，咱再会。